疫情改变上课方式，因为武汉肺炎本土病例大量传出来，台湾疫情进入第三级警戒。教育部宣布，为5月19到28，全国各级学校踮厝里学习。5月18迄暗，阮2个读国中的囝，拢选要踮厝内，伫线顶上课。为早起8点30开始，上到下晡4点05分下课。后生的班，逐节拢爱伫 Google Meet 上课，照原底的课表行。查某囝的班就无共啊，伊会使家己安排时间，看老师进前就已经准备好的影片，干那爱伫 Google Meet 上2节直播课程尔。5月19头一天，后生早早就传好啊，坐伫电脑头前，等待准时上网上课。头摆伫线顶看到老师甲全班同学，大家毋但感觉诚心实，阁笑眯眯。点名了后，老师足有耐心，一步一步豆豆啊牵教学生安那伫电脑顶操作。全班嘛拢认真，阁专心伫学习。食暗顿的时阵，2个囡仔同齐分享因对线顶上课的感想。后生讲：“我感觉线顶上课袂歹呢，除了会当继续缀老师学习，阁会当踮厝内确实防疫，袂出去外口拍拍走。”查某囝嘛煞咧讲：“阮即班虽网毋免逐节拢伫线顶上课，毋过我嘛有照学校的课表，家己计划逐科的读册时间甲进度，我无咧冒废哦。”听因开讲的话，我足甘心的。2个囝遮尔捌代志，真正大汉啊！虽网疫情改变咱惯势的传统的上课方式，毋过嘛提供老师、学生甲家长3方面，用无同的角度去思考和学习人生中袂按算的新的变化。2021年的3级疫情，彻底甲台湾规个社会升级到3.0，尤其是教育界，全然为传统教室内底的实体课程，正做现代电子化的线顶教学啊！